那阵这毋是霸凌，爱到什么款的程度才是霸凌呢？嘉义有一间高中发生校园霸凌事件，有一个学生洪强被跪伫涂骹，佮洪揪头脏渗水皮。学校表示讲接到通报了后，遂启动应变机制。不过学校把这霸凌事件当作是一般的冲突事件，引起外界愤怒。日本基金会也批评讲学校的讲法是伫咧提责任。几个学生互揪头毛一直骂，佮互连续扇10几个喙皮。嘉义市一间高中疑似发生学校霸凌事件，受害学生互逼得跪落来，互拍，唔敢叮当，网友看甲气甲。发生了口角，导致甲生心生不满，双方后续于本周二11点下课时间私下沟通。甲生又因为一时的情绪，所以动手拍打了乙生的脸颊多次。学校讲接到通报了后，遂启动紧急应变。刚拍学生的家长已经回失礼，而且愿意承担相关的责任，接落来启动辅导机制。但学校认定这是单一件，唔是定发生的冲突。日本基金会表示，学校的讲法是在撒责任。时间那么长，没有任何一个老师有及时赶到现场来阻止这样子的事情，也是很奇怪。那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说，我们平常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，我们到底有没有让学生知道说，或者相信学校说他们是可以保护学生的。根据了解，即马学校霸凌防治准则是定义讲，霸凌必须要有持续的行为。去年就引起讨论，教育部已经开始修正定义，但是在防止这种事件，日本学者认为要对学情书开始做。学校应该可以多推行一些社会情绪学习。所谓社会情绪学习，就是指人际关系的改善跟情绪管理技巧的改善，这方面的社会情绪学习做得好，它预防效果才会好。专家讲，在霸凌还是暴力发生了后，若干那只是处罚，但互冲突是变甲更加严重，造成受害者互报复。呼吁学校和家长应该指导囡仔处理情绪，而且建立信任，才当对根本来保护囡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